當屋企嘅感應水龍頭出水變弱，大有可能需要換電，可以跟住呢條影片進行換電。需要準備的工具有十字頭螺絲批，因為呢款產品係用電池供電嘅，所以今次操作唔需要熄屋企任何電源。操作前請閂實水掣，確保冇水流出。揾到水龍頭下邊粒螺絲，向左邊扭鬆。記得保管好拆落嚟嘅螺絲，之後會用到。揸住銀色圓圈位置向前拉出，拉出後就會見到黑色電池盒。如果拉唔出嚟呢，就可以用一字頭螺絲批輕輕插入條罅度，向外翹一翹，就可以成功拎出。拎出嚟之後就會見到黑色電池盒，見到 Open 字樣上面有個圓形鎖針。拎出鎖針，鎖針都要保存好，之後要用。反轉個電池盒，打開個黑色防水蓋，防水蓋都要留起，之後要用。打開蓋之後就會見到盒入邊有2粒電池，拎出舊電池，換上新嘅2A 型號鹼性電池，對準電池盒上面嘅加減符號，同新電池嘅正負極一樣，就可以裝入去。將防水蓋冚返原位，扣返好個安全鎖針，將完整嘅電池盒裝返去龍頭管入邊，確保邊位黐實冇罅隙。向右扭實粒螺絲，打開手掣，成功出水。今次換電完成。如果屋企冇電池可以換，就可以啟動緊急手動模式。喺水龍頭後邊揾到粒黑色膠塞，用手或者工具拔除呢粒黑色膠塞。請保存好，之後要用。用一字頭螺絲批，將螺絲批插入對應位置，向左邊扭，就可以開啟手動模式。